不是了，没时间了。没时间。我10点半了。他们两个一起。怎么了？那个赶地铁嘛。他还不去的。有点重。他会把这个为什么就是可以了吧？可以了。龙帮群主。我把这个包的话先吃了。包的话先吃了。好，对，人转过来。跳马就走了，没有时间了，都12点说嘛，没时间。里面去。12:20差不多，要赶地铁差不多。好。这要跳完哦，跳完跳完，不要停。小李，你简直太直播了，我感觉。没有啊，真的太直播。我说你晚上回家那个时候在10点半才回去吧。回去也没事啊，回去早也没事。很好，完美，很好。他这个直播间的人来了，他们在说什么？没说什么，没说什么。背景太杂了，差了一点。背景的话，你像迷糊了，但我可能被重来吧，重来。炫歌之争，好，开始。
时间了。电话来了吗？信息来了，不是信息来了。要不然就是音乐不全。不是，我打成飞行模式了，打成飞行模式了。我这好选。我的手语。非常好。你看他也挺专业的。别叫，马上跑。我试一下。好，出来一步，往前面走一步。好，对，OK。跳完了。